你有冇諗過，其實你呢一世點樣過，根本冇人理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嘅一生加埋都係3萬幾日，與其每日覺得生活好沉重，不如將呢個人生當係一場 game，你自己先係主角，其他全部都係配角。我哋嚟呢個世界純粹係為咗玩同埋體驗㗎咋。你要明白一件事，我哋最後都係會消失，可能喺10年、30年或者50年之後，邊個知道？到時喺呢個世界根本唔會再有我哋存在過嘅痕跡。諗通咗呢點，你會發現咩面子、咩人情世故，邊個喺背後講你壞話，呢份工壓力好大，等等，全部都唔再重要。我唔理你中唔中意我，唔理你點睇我，都唔關我事。當你唔再為滿足人哋而生存，你會發現成個人鬆晒，成日都可以好爽好快樂。如果你都有同感，留言想通，我都知你同我一齊行緊呢條路。記得 share 俾你最想佢快樂嗰個人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